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13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台北捷运公司昨顶晡11点外接到一件电子批，听讲要伫固定站杀人。台北捷运公司随报案，警察对查发现是台中一名姓李的男性所作为。这名男性搁卡台中市府的战线，放掉要去到市府扛炸弹。也这名男性昨下晡互警察逮捕到案。那经过讯问之后，那李显坦诚，他是因为一时酒后心情不佳，酒后糊涂，所以糊里糊涂也寄了这2通，一通是用 email 寄到这个台北捷运，另外一通是用电话拨打方式打到台中市政府1999市民专线。那事后他表示非常的后悔。穿白衫的姓李的嫌犯昨下晡伫台中大理互警察逮捕。经过审问，承认犯案。警察初步了解，这名嫌犯因为食头路无顺时，啉酒了后心情无好，才会寄电子批、敲电话恐吓放掉。但这名嫌犯已经交警察依法上班。咱台湾昨增加6站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也欧洲至少有10个。因为有民众注 AZ 疫苗了后，血甲甲血管塌掉咧，国际监管部分 AZ 疫苗，连亚洲泰国也得咧实施。咱指挥中心表示，欧美因为人种血管塌掉的机会比亚洲人加5至10倍。目前咱台湾未改变注 AZ 疫苗的安排，不过定着继续观察、继续检讨。因为部分的民众注射新冠牛津 AZ 疫苗了后，其实出现严重血管内底有血角的情况，但美、挪威甲冰岛这3个国家昨日宣布暂停予民眾注射 AZ 疫苗。Der er ikke lavet en konklusion om, at det er vaccinens skyld. Og den europæiske lægemiddelagentur var meget klar med også at sige, at det her skal undersøges nøjere. Det kan være en tilfældighed. Der er rigtig mange, der bliver vaccineret. I Danmark er det over 140.000, der har fået vaccinen. 那北欧的国家，意大利甲奥地利也出现疑似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例，直接宣布暂停 AZ 疫苗注射。即阵至少有10国宣布暂停注射。而根据统计，欧洲已经500万人注射 AZ 疫苗，其中有血角的事件通报有30例。位在东南亚的泰国昨日也赶紧喊停延后注射计划。对此，咱国专家认为 ，AZ 疫苗是采用腺病毒当作载体，受可能造成凝血功能无正常。不过，两者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以外爱查清楚。腺病毒到身体里面去，会跟血液凝集因素会连在一起，因为这个病毒本身是靠血液凝集这些蛋白去保护它的，所以它会多多少少跟血液凝固系统有一点关系啦。对了，欧洲几个国家暂停注射，疫情指挥中心讲，欧美的人种血角事件发生率比黄种的人较悬，而且根据欧盟药品局上新的声明指出，注射疫苗也是较有帮助。在发生血栓的几率上，国外这个西方人的几率是我们黄种人大概5到10倍，所以他们的这个发生率事实上可以到1/1000到2。欧盟他们也有正式的表示，到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显示这个情况，所以还是呼吁要持续施打疫苗。指挥中心强调，继续观察欧盟调查的结果，国内也未提出停止注射的条件，拢是随时来检讨，希望提供公开透明的资料，让民众放心注射。而咱国采买头一批117000剂的 AZ 疫苗，预计下礼拜37就会完成最后一项无菌的检验，一切完成了后就会开始注射。即阵医护人员大约有3、4成想要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联合报，代替拍算改班制，一礼拜休2天，不过员工的薪水恐惊因为积攒减办1块，引起内部不满。企业工会依然分会人数，招人伫青年同齐休假抗议代替改制，拍算会有200人响应，恐惊冲击东部伫青年载客能量。刷落是自由时报，代替随风到江东路段，旧年底报坎放弃。交通部长林佳龙要求代替就要检讨，但宜兰线检查结果指出，有24搭报坎列做可能无稳定。随风双溪这搭占多数，林佳龙指示赶紧办理改善工程。
上尾是《澎哥日报》受疫情影响，台北树林商圈大倒弹，正做30天来上届惨淡。树林商圈促进会表示，树林夜市的失落是业者家己所致，主因是店头租金贵，物件未游客继续塔收贵悬，未来就需可转型才有生意通做。观众朋友，昨西半部空气品质有影歹哦，因为阵风，空气无流通地区污染物二小套。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测站拢拍定警示，西半部是红规片。环保署协调台电工厂减少排放污染物，也气象局分析，但因为东北风增强，空气品质拍算会当改善。怪手伫蒙雾中进行河道清理。远远好看的地景，也因为蒙雾，规个拢看无。12日时西半部空气品质恶化，其中台南测站早起9点 ，PM2.5每点钟的浓度称到全国的上悬，达到132克，是前一暝的3-4倍，来到对所有人拢有害的红色警示。环保署表示，这是气雾无风，再加上极温层伤过低所引起的。它的污染物呢，其实都在贴在近地面，水平没有风，垂直的。又这个扩散的高度又不足所以整个空气品质就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呢整个恶化这届这个空气污染主要是本土污染物无法度消透，环保署也紧急协调燃煤电厂全部降载来运营。西部所有的燃煤电厂全部都降载大概有1.7亿度，这个。大概有多大呢？差不多是新北市4个月左右的排放量的一个减量。早起高雄12测站有11站达到红色警示，南部反空污联盟认为讲降载强度无够，高雄市政府应该进一步要求污染大户减排，停止中小学户外活动来降低危害。本地污染敢若占3成的台南市，空气品质的指标原来红拍拍，所以5万区域防治措施会当扩大到伫风头的县市来执行。希望不只是嘉义县是我们紧邻的县市来减量而已，应该是在扩及再往上风处比如云林以北的这些县市共同治理，会比较有效果。环保署表示，这届唔那是燃煤电厂，伫基隆燃动油的协和电厂也加入降载行列，这拄好是协调伫风头的县市配合执行的做法。这届空气污染预测13礼拜内会改善，按过刷来14礼拜暗时到后礼拜4，空气的品质会再一次恶化。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东莒，东莒是马祖地区唯一无海水变井才会设备的岛屿，也即马水情安岛水库的水位剩38公分悬，所伫连江县的自来水厂，阁有军方头盖甲西谷的水运去到东莒。目前按算一工2抓，一抓运60吨的水，落去实施1个月。另外，金门也当着50吨来上较严重的考验，农水署当咧规划用工厂处理过放漏水来压产。青浜码头这大水桶要送水到军方的 LCU 登陆艇，要甲6个10吨的大水桶水拢补满。所来对西基看到运水送到东莒，因为东莒这边无水啊，也是马祖国岛内底唯一无海水淡化厂的岛屿，爱靠水井来储水。不过水库水位敢若剩38公分，所以讲军方赶紧来协助运水，采取西水当运，缓解东莒的用水问题。我们集水本来抽取量有180，到目前大概抽取量只有80。那东莒的平均用水量大概要120到110。那中间的缺口，我们现在目前是由西莒的水来补过来。东莒水资源运补任务1工2抓，每一抓运水60吨，暂定实施1个月。另外，金门是面临50年来上较严重的缺旱，去年只有落476.5毫米的雨，无到每年平均落雨量的一半。官府讲民生用水即阵无问题，也赶伫个雨柜内啉进前加95个鼻仔加水池仔乌深。另外，中央在金山镇设置供应100公顷高粱产用水的示范区。种高粱事实上有1800公顷，那我们现在只有处理100公顷的金沙的部分，所以我们还要处理这其他的农民的高粱的种植所以一定要用到金城的水，一定要用到金城的水。再生水每天的排放量其实它相当可观，一天大概可能排出去有好几千公吨。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农塘其实使用量没有到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农塘挖好之后，能够跟它放流管线能够做结合的话，
那其实就会对我们地区的一些农业灌溉使用非常的方便。农田水利署规划金门3阶段的用水的计划，即阵锁定金门上闹热的金城镇，每天金酒40吨，加家庭排放400吨的放流水，建议予处理过放流水做上大利用，输送到农作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世界，美国、日本、印度、澳洲4国安全对话第1场领袖高峰会，昨经过网络镜头召开。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重要非常。美国会拍拼甲盟友合作，确保区域的稳定。也日本、印度、澳洲这边拢强调区域和平、佮有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4方安全对话领袖视讯会议12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伫致辞时表示，4国组成非常重要的团体。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s essential to each of our futures, our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you, our partners, and all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to achieve stability. 日本、印度甲澳洲拢受中国扩大经济影响力、甲军事实力威胁，透过这场峰会，要参详因形对策，暗过微小度反中联盟纪律。拜登政府伫会前调整会谈方针，改做讨论各项议题合作机会。この4カ国で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に向けて強力に進め、新型コロナの克服を含め、地域の平和と安定、繁栄に目に見える貢献を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ます。印度总理莫迪甲澳洲总理莫里森也强调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Our agenda today, covering areas like vaccines, climate chang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make the Quad a force for global good. As we emerge from this global pandemic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 let us together create a different future. It is the Indo-Pacific that will now shape the destiny of our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国安顾问苏利文会后表示，虽然中国不是这摆会议的主要重点，不过4国甲中国经济关系确实升悬。会后4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成立疫情关键技术、甲气候变迁等工作小组应应挑战。4国元首也按算年底各开一摆峰会。公司新闻郑伟仁报道。武汉肺炎大流行满一冬，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全国电视演说，要求各州要伫5月初1进前，予所有成年人拢会当注疫苗。也拜登要甲7月初4，美国国庆节天定做美国脱离疫情、人民通正常生活的日子。美国总统拜登在暗时黄金时段发表上台以来头一场全国性的电视演说，全长24分钟的谈话，拜登规划热天美国人回归正常生活的路线图。I said I intended to get 100 million shots in people's arms in my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Tonight, I can say we're not only going to meet that goal, we're going to beat that goal. Because we're actually on track to reach this goal of 100 million shots in arms on my 60th day in office.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done this. 1年前的这一天，正是新冠病毒方正式认定是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日子。到时阵，超过53万的美国人为着这个病毒而过身，种种防疫封城的做法造成几百万的工作流失。尽管这阵防疫有进展，不过拜登敦促民众千万袂使放松，爱甲嘴掩挂好，保持社交距离，定定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First, tonight, I'm announcing that I will direct all states, tribes, and territories to make all adults, people 18 and over, eligible to be vaccinated no later than May 1. 除了放宽疫苗注射的年龄资格限制以外，也宣布会加派4000名的兵力协助注射工作，并且开放温准兽医甲气科医师也加入执行注射行列，并且搁再增加注射的地点。If we do all this, if we do our part, if we do this together, by July the 4th, there's a good chance you,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will be able to get together in your backyard or in your neighborhood and have a cookout and a barbecue and celebrate Independence Day.
拜登伫演说也特别谴责歧视甲攻击亚裔美国人的受婚犯罪行为，讲迄毋是美国人做的代志，必须爱停止。另外一方面，迄天早前拜登签署总价值1条9000亿美金的新纾困法案，包含每一个人1400块美金的现金的支票，延长失业的救助甲儿童请用的减税方案，钱上近1礼拜6就会入去户头内底。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看倒转来咱台湾，去年11月，台新银行一名4周的理财专员牵涉偷领客户的资金，金额计叫2亿8千万，偷领的金额正做得来上济。台北地检署昨依照违反银行法定罪起诉这名理财专员甲2名共犯，检察官建议法院尚无爱判10档的刑期。是利用客户对你的信任吗？钱都要哪去了？头咧咧无讲话，台新银行中和分行4周的李专，去年11月份，互人发现涉嫌偷用客户存款，金额达到2.8亿。犯下偷领客户金额上悬的案件，检方12前早终结，以这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这个罪嫌，起诉4周李专一家4黄、4周2个共犯，并建议法院判重刑。周姓被告犯后不仅不思悔改，未设法赔偿客户或银行所受的损害，反而积极规划脱产，逃往海外，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检方调查发现，4周的李专因为个人登记投资失利，为了填补这个亏损，竟然会当客户的钱，利用老客户的信任，透过推销基金、股票这个金融商品，要求对方伫空白出款单顶悬底印也是签名，佮私底下将客户的钱汇入去4黄、4周共犯的口座内，制造资金断点，最后佮汇入家己的口座。受害者至少6个人。另外，银行局是表示，目前也佮伫咧庭诉当中查清楚事实，就会做出处理。目前在研议中的裁处的内容，可能就是说对银行加重处分，违反内控的这个相关的罚度是新台币1000万元到5000万元。那另外呢，就是有关应该负责人员的责任，我们也会来研究看看怎么做相关的处罚。银行局强调，目前已经提出外界俗称理专10届，包含加强内部制度、人员管理，也有企业这方面的管控，建立金融纪律、诚信文化，也有透过问责制度，要追究督导管理者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局有一名姓宋的员工甲代办业者斗空，民众只要交钱，唔免考试，就摕有游艇的驾照。这个阿查代一做就10档，目前台中检方起诉50人，甲18个民众的游艇驾照撤销。学驶游艇慢慢考换教练陪伴指导，就亲像民众考汽车驾照，上教训班同款，通过笔试实作摕到合法游艇的驾照。不过，刷标出史上上大的考照备案。直接他付钱，不用上课，也不用来考试，他直接付钱，人家就会给他一张照。这种手法伫业界，凤城政府去年调查局接到证据，查出香港局姓宋的机组利用职务，甲代办业者交价收乌西钱发假的驾照，时间已经超过10年，涉案民众有2000人，不法所得上千万。民国96年开始起，利用民众想要获取驾照，但是又没有时间去驾训或去考驾照的部分，来跟民众收取所谓的训练费、报名费，那来透过这部分来收取贿赂。那他每一件收取的金额，大概他个人是收取5000到8000元。有检讨了我们的内部的作业流程哦，就是控管了一些那个内控机制，还有限缩了一些承办人的权限。依照这卖法规，民众爱摕到2等游艇或者是动力小船驾驶执照，爱符合相关合经历资格，佮通过笔试甲实作测验。不过笔试用参考题库，实作要教练陪伫边啊，难度并不悬。练个几个晚上，应该就会通过学科的考试，再加上术科都有教练在船上帮忙嘛，所以应该考过的几率是蛮高的，不需要再花这个费用去拿到这个驾照了。香港局也指出，近10年来，无论是职业或者是自用驾照，考试合格率超过70%以上。要进这种考试方式，民众应该透过合法管道考驾照。目前检方已经起诉50人，18人驾照撤销，继续清查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来到咱台湾办展览，第一天透早到一人町排大列，一个排等2-3点钟才通入去参观都有可能。也因为人过头济，主办单位文化总会也赶紧公告，通知民众暂时莫来排列，甲人相客。也展览等到6月中旬的，咱民众毋免着急这实施。
人是拜甲登陆日本当代艺术家艾良美智，感谢台湾第311大地震的援助，特别伫台湾办特展。甚至是开展的第一天，就吸引真侪人，平均爱排练2点钟到3点钟才入去看。虽然等的时间真长，不过民众讲真有价值。还不到时间就来了，然后来的时候就已经牌子就已经写排队终点，很可爱啊。对啊，就很疗愈，就觉得值得。它的空间规划跟动线展览，就是对于作品的放置都很不错，就不会那么拥挤。这摆艾良美智带来画图、素描甲雕塑作品，其中第一摆伫海外展出的《月光小姐》。画出伊伫大地震时阵的心情感受，佮特别为台湾创作朦胧调摄一天，互民众甲创作近距离交流。考虑防疫甲参观品质，同齐时间上侪容纳45人。虽然无限制看时间，不过动线只出不进，有过1点钟上侪开放150人一场。我们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们就有告诉大家说，今天人数可能会破800，那可能是超越了馆内可以容纳的量。我们全程佩戴口罩，这是一定要的。那另外我们也有要事先请民众填防疫的10连制。文化总会强调，会透过网络社群及时公布人数信息，民众应先查等的时间，也强调展期到6月20日，去1个月到台南甲高雄展出，民众免抢伫即马看。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是3月13日，台南正义甲勇气纪念日。台湾律师唐德宗伫200事件当中受难的日子，唐德宗的旧厝经过地方文书团体无主抢救，经修了后，伫今仔日正式开放参观。不过，台南市国际审议会议则决议唐德宗的旧厝无文化资产保存的身份。这站唐德宗纪念协会表示，这袂影响旧厝的保存甲历史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进到这里啊，是汤德章之前他当律师的时候的办公室，这样。正式开放进前，已经有参加募资的民众甲职工先来参观。唐德宗故居内底1楼1室房间部分保留，看伊的相片，怀念伊伫遮的生活甲历史。到2楼这个壁，满满拢是人名。去年传出要拆厝的时阵，都是靠这的群众募资2000万，最后才能将这间厝买落来。可以回忆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包括讲带囡仔来，麦当劳一个介绍，包括看到这，都是永远的回忆伫的。民众找到家己的名，足感动的。1907年出世的唐德宗，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台湾人。伊伫日本读册，返来台南做律师。日摆发生的时阵，伊是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治安组长，维持地方的秩序，说互军队掠去刑求。3月13日迄一天。伫迄个时阵的大正公园被清杀，这已经是唐德宗纪念公园。伫友爱街这间厝，就是伊过身进前住的所在。伊一世人买的唯一一间厝，就是登记伊的名了，唐德宗就对啦。啊，伊嘛是伫这个所在，因为去议会了，向带走了，无去倒来啊吼，所以这个所在是伊第一个厝嘛，是伊上尾一个厝。开放参观进前，这间厝无法度通过台南市文化资产的审查。不过黄建良表示，这袂影响故居的保存。无文资身份的状况下，主导权是这个协会，所以协会会当针对唐德宗历史的精神意义去重新来做现代性的设计。3月13日是台南市正义甲勇气的纪念日，唐德宗故居开放参观以后，卖举办民主人权活动，发扬唐德宗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本日在拜六礼拜受东北风的影响，台湾各地头拢会转凉冷，愈晚会愈寒。东北部新竹以北可能会落雨，也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地区16至2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这边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
再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期待再相会。